溪东里选择伫这片亲子公园要来新起活动中心，就是为了让溪东甲溪顶两里1万外里面的活动中心，免伫歹停车、有安全顾虑的北安桥卡来共同使用。18号伫各界面大甲乡亲的见证，嘛伫热烈的人狮坐镇之下正式动土，场面热热。接头。祝贺开地平安，迎亲地口。一枪头，祝贺当头顺利，一切平安。三枪头，祝贺公平圆满，离婚从容。当的一个好意思吼，伊去过年过，咱先甲这个活动中心起好，只要不是只要，希望360天的这个工期内底，拢一切顺利。人员出入平安，工程进行顺利。早日有互咱溪东一个好、个水的活动中心，会当来提供互咱足侪活动来使用，办活动也好，办妈妈教室也好，互大家会当来遮为因开讲破刀办供餐，嘛拢足好的吼。所以而且感谢咱民政局的团队，咱公所卫区长张主秘吼。民政局强局长，大家用心，咱甲咱的基站的建设做了好。伫我任内吼，这算起来吼，若总一切拢顺利完成，会再有起48间活动中心新起的，补强100外间，互咱大家拢有一个好的活动。当然阿南区是咱人口成长上济上紧的所在，所以是重中之重。所以不管是咱的国民运动中心，或者是咱的这个一般咱的基站的活动中心，这基站的基础的建设，拢要加强努力。嘛，真感谢各位议员、委员、大家用心来甲咱阿南区的建设来互更较好，更较好。该工程总经费3100多万，由市府分年编预算兴建，希望活动中心朝向的目标使用。固定新起2站，总面积168平方，预计114年3月底完工。台南新闻阮子何秋芳采访报道。